大家好，我係羅建忠，香港科學園公司實立科技共同創辦人。我哋係一間源自香港嘅 AI 教育科技公司，致力推動更有效、更有趣嘅中文學習。而公司旗下品牌 Turtle Learn 女龜學習正係喺咁嘅背景下誕生。喺全球化同區域合作日益深化之下，一帶一路唔單止係經濟倡議，仲推動教育同文化交流。香港嘅價值唔單止在於連接世界，更在於將教育同創新帶到完善國家同地區。近年東南亞對中文學習嘅需求明顯增加，呢個唔單止係語言學習，仲關乎文化理解、人才培養以及未來合作。我哋見到越嚟越多東南亞家庭希望下一代接觸中文、掌握中文，因為中文唔單止係溝通工具，仲係連接國家發展同區域機遇嘅重要能力。正因如此，我哋喺2024年喺印尼同2025年喺越南開始建立加盟店模式學習中心，成為喺東南亞建立中文教育據點嘅首個香港教育品牌。呢個反映香港教育品牌有能力喺區域內提供真正落地嘅中文教育服務。同時，我哋唔單止服務學生，亦重視培育當地師資。喺越南、印尼等地，我哋培訓本地教師成為合資格嘅中文教師，希望唔單止將課程帶入當地，仲係將能力留喺當地，真正實踐授人以漁。同時，我哋重視同粵港澳大灣區嘅協作，透過同珠海、澳門等地嘅國際漢語教學學術團隊合作，發展更符合不同教學場景嘅中文學習內容，令香港唔單止輸出品牌，亦輸出可在地化嘅教育模式。東南亞各國嘅中文教育路徑雖然唔同，但趨勢一致。喺新加坡，中文作為華裔學生嘅母語科目，喺學校體系中有明確位置。喺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長期存在於國民型華文學校體系。喺印尼，中文已重新進入正規教育同外語教學。喺越南，中文學習需求持續增加，並已納入學生可選讀嘅外語體系。呢個說明中文喺區域內正越嚟越被視為具實際價值嘅能力，並同經濟往來、區域合作同人才培養密切相關。香港喺呢方面嘅角色十分清晰，透過同大灣區協作，香港可以將中文教育做得更有系統，亦更能回應唔同國家嘅實際需要。未來我哋希望繼續連結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地區，為更多學生帶嚟高質素嘅中文學習機會，促進民心相通，並以教育交流為基礎，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因為我哋相信，當學生學習中文、理解中文，佢哋接觸到嘅唔單止係語言本身，仲係文化，以及更多未來交流同合作嘅可能。